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讲日克仔话。日克仔话有人讲叫做结骨话，这种顶句接下句，啊内底趣味一种就是讲话音的。顶句接落下句的时阵，你咧想无讲趣味原因伫倒位？原来就是共音，就是话音，趣味伫遮啦。来，我举一个例，有当场啊吼。咱的顶师咧，甲咱念，咧甲咱讲，啊，这做了都唔好。咱家己吼，不但讲无反省啦，对喙佫会共应。咱的父母有当场啊关心咱，咧甲咱提起啊，咱就安尼愈听愈感觉恶杂，对喙甲因讲知啦。即句知啦讲出来，人就甲你接下句呢，讲知伫深山内啦，你捌听吼？知伫深山内，知甲知就是讲话音的。啊，咱会讲知伫深山内。咱认真来甲想，原来这有另外一句话，完全就是声音要共啊要共。知伫深山内，就是讲知吼，你爱知影伫倒位，知伫心肝内啦。毋只会知伫心肝内，这句话讲久讲到变做讲知伫深山内。有人讲伫深山哪内啦，加强口气。啊，共款哦，过来哦，国情过来记第2句哦，你若甲因讲知啦。人就甲你讲，使伫深山内啦。你若有当场啊，人咧甲你指出，讲你工课做无好，父母咧甲咱关心，讲即项物件2个比较落去，都有争差咧。你原来安尼恶脏，原来对喙佫甲因，讲啊，即2项毋是共款，我做了都会毋对，讲着共款，原来有迄个日克仔话，人原来会甲你应，讲共款无共师傅啦，共款甲师傅有啥牵连？来。咱甲想一个真来甲看互伊详细，虽然毋知影讲咱咧讲共款，款式共款，啊毋过吼，我一个音就变共管，这个管就是国情过去解文说字，咱捌讲过，讲台湾人练武功这句话伫台语较少讲，拢讲啥？拢讲练拳头啦，啊拳头练了若会，就会徛拳架管，也有人讲徛管架拳，就是设拳头馆就去收学生，啊这间馆若愈来愈大间，都毋若敢若一个师傅安尼。我教出来，这师啊师孙嘛，听我担这间馆，共款继续教，毋则讲对啦，共款啦，共一间馆啦，内底无共师傅教啦，无影共款啦，咧甲你拄讲吼，事实代志嘛有争差啦。过来第3句，咱共款来讲话音的日克仔话，这就先讲顶句，互你接下句啊咯。顶句这过去前人咧食糟，讲2角15线，即马吼。莫讲线啦，连角都无得看。啊，毋过咱嘛知影讲线就是比角，伊的代表，伊的成分有较细，10线才有1角。啊，若2角15线呢，剩偌济？算嘛知，就是剩角5。这2角5就是讲话音的，就是讲吼，你对这个代志爱有所觉悟啦。角5，2角15线话音，变做有体会有觉悟，这就是讲话音日克仔话，结果咧趣味的所在啦。